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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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類發問，往往都係想人答心入邊嘅答案。你老細問你今晚有冇嘢做，可唔可以 OT 啊？你應該答冇嘢做都冇 OT 啊，吹咩？女友問你啦，今晚不如食日本嘢啊？你應該答好喎，不過你煮啊，唔係出去食，點解食咁多餐你都唔識煮啊？呢個道理係我12歲看破紅塵悟出嘅大道理。寧亂佈局，冇人來打掃，樓下有個朝陽老虎在傳道。新聞報導維持颱風信號，頻道轉幾隻小狗撲電圖。同事說綠茶可送藥，化學界發明血液流著，光天化日謀財的策略，都知正在跳躍。還未吃掉墳場來的菜，留在雪櫃內繼續期待。我走向露台，越看越呆，誰話禱告便有愛？男或女爽不停，封面喜歡色情，難道我不着衫可脫榮？多麼有用，成年人的冷靜，離席了若然沒有事情，隨便播着填詞人的痛，門合上眼合上別言中，副歌太雷同，越聽越懵，各位繼續拗哄哄。話說有次我唔記得咗做功課啦，老師即刻黑口黑面喺度問點解唔記得咗做功課啊？你冇寫手冊嘅咩？我心諗點咩解啊大佬，唔記得咗仲點咩解啊？大笨象點解去打仗？打完仗仲要食辣椒醬？小皮球點解會係香蕉油啊？咁我搽咗油可以變猛虎射球咩？點解小明下一句係上下左右火車捐山窿啊？小明關火車咩事啊？點解呢個世界上好多嘢都冇得解㗎？從未發現靈魂如此重，疲倦了成全我別移動，終止發育餘生發夢，各位繼續拗哄哄。呢番話我當然冇講到出口啦，我揀咗一個可以快脆了結呢件事嘅答案。呢事我特登唔做嘅，吹咩？結果老師終於爽快咁記我大過，然後放我走啦。